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列王记上卷第8章54到65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只有上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只有一个拯救。这个拯救是从天上而来，这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基础。独一真神，唯一上帝。在十诫的第1诫跟第2诫这样说道：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这就是圣经提到的只有上帝，别无拯救。如同马丁路德以及改革中所主张的教义，唯独基督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，如同大卫王他小时候在面对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时候，他对歌利亚所说的话。圣经记载说，大卫回答：你来打我是用刀、矛、标枪，但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。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要打败你，砍下你的头，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。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上主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，他战无不胜，他要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。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卷17章45节到47节。这样的信仰，这样的信心，应该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应当有的。这样的信仰态度，也正是扫罗王所欠缺的，因此他才会被上帝将他从这个王位当中来拔出。圣经这样记载所罗门王最后的祷词。所罗门一直跪在祭坛前，举起双手祷告。他向上主祷告完毕后，就站起来。他大声祈求上主赐福给全体以色列会众。他说：赞美上主，他实现了他的应许，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他持守他借着他仆人摩西所做一切宽厚的许诺。愿上主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正如他与我们的祖先同在一样。愿他永远不离开我们，不丢弃我们。愿他使我们的心归顺他，使我们能够始终照他的旨意生活，遵守他吩咐我们祖先的法律诫命。
愿上主我们的上帝永远记得这个祈祷和我对他的祈求。愿他照以色列人民和他们的王每天的需要怜悯他们，这样世上万国都会知道，只有上主是上帝，没有别的。愿你们大家就是上帝的子民，永远对上主我们的上帝忠诚，愿遵从他所有的法律诫命，像今天一样。被当代誉为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，他这样祷告，这样世上万国都会知道，只有上主是上帝，没有别的。既然如此，基督徒当然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祈求了，没有其他可以来依靠的了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遣来到世界上的，要拯救世人的人子，但同时他也是上帝本身。彼得的讲道说，别无拯救。约翰福音第3章也这样说，那从上面来的超越万有，那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，他所说的都是地上的事。那从天上来是超越万有，他为所看见所听见的作证，可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。那接受他见证的，证明了上帝是信实的。上帝所差遣的那一位传讲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的把圣灵赐给他，父亲爱儿子，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中。信儿子的有永恒的生命，不信儿子的不会有真生命，而且上帝的惩罚永不离开他。约翰的神学立场非常早就确立了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他就是那一位圣子耶稣，或是说圣子上帝。他就是赐下救恩的上帝，并且为了自己的名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为了人的罪上了十字架。这样的救恩是为了要赐给以色列人和万民的，如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说的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罗门王也是这样说，他说，于是所罗门王和全体以色列人向上主献祭，他献上了22000头牛和12万只羊做平安祭。这样王和全体人民为上主的圣殿举行奉献礼。那一天，他把院子当中的空地，就是圣殿前面的广场，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上烧化祭、素祭以及平安祭用的牲畜的脂肪。所罗门这样做是因为铜祭坛太小了，不够容纳那么多的祭物。所罗门和全体以色列人民在圣殿守住棚节7天。民众呢，远从北方的哈马隘口，还有南方的埃及边境各地前来参加，因为上帝就是那
唯一的上帝。诗篇99篇，上主掌权，万民站立。他坐在基路伯的宝座上，大地震动。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，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。他神圣庄严，大能的王啊，你喜爱公正，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，你伸张公义，主持公道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。他神圣庄严，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，他们祈求上主，他回应了。他从云柱当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服从他所颁赐的法律诫命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答应你的子民，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但是你指示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仍有这样的信心，坚定相信，全心倚靠，荣耀主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